没电了。顾西西，喂，北阳。什么 ？Alex 把时间改到下午4点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去叫下顾西西。Sorry, the number you dialed cannot be connected for the moment. Please redial later. 没事吧？没事吧？顾西西，你跑哪儿去了？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担心你？叶思琛，不是的，我想看一个秀，然后他那个秀不知道为什么在森林里头，然后我来根本就找不到他，他没有路标，我手机还没电了，我就一直在这个里面转来转去的，我可害怕了。不过还好你来了。你生气了？你说呢？回去再和你算账。Alex 把时间提前了，走吧。对不起嘛，我一会儿见到 Alex， 我肯定跟他解释清楚，跟他道歉。我真不知道会是这个样子。你有没有想过你受伤怎么办？你有没有想过我怎么办？你是在关心我？我是说你让我怎么面对 Alex。哦。你这什么时候弄的？没事，就是蹭破一点皮而已。都流血了。真没关系。我真的就是一点。我也没有在担心你的伤口啊，我是看到你袖子这块破了，怕你待会儿见到 Alex。你的女朋友太贤惠了。你会说中文的吗？喂啊，她是我太太，当然贤惠。明白了。谁是你太太？